你好，我係楊明霞醫師。根據數據研究顯示，60歲以上嘅人士咧，10個裡面有1個咧就係有失智症嘅，而85歲嘅人咧，2個就有1個就有失智症啦。究竟我哋點樣去預防呢？咁今集咧食養身心呢個節目咧，我會介紹一啲方法同埋一個食療俾大家去預防失智症嘅。失智症咧，其實主要係有3大症狀嘅。首先就係記憶力衰退啦，第二咧就係情緒波動得好大，第三咧就係表達詞不達意啦。咁其實喺臨床上面咧，失智症咧其實係有3大機制嘅。第一個機制咧就係退化性失智症，主要咧就喺腦嗰度咧有異常蛋白嘅沉積，而導致神經元咧有凋亡，或者係有破壞等等嘅情況，導致咧腦細胞咧唔可以正常咁樣運作。第二咧就係同血管有關嘅血管性失智症，血咧嘅供氧不足而令到咧神經有壞死或者凋亡等等嘅情況，導致腦細胞咧亦都唔可以正常咁樣運作。咁第三咧就係同一啲藥物啦或者營養不良有關，呢啲係可逆性失智症，可以從喺飲食上面或者係一啲藥物嘅減少上面咧可以着手減少嘅。中醫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係同心脾腎有關嘅，心主腎明，咁如果心氣血不足嘅話咧，都會導致咧我哋特別容易唔記得嘢，特別容易係有啲心悸啊、失眠啊。咁第二咧就係同脾虛有關啦。脾咧其實係除咗係運化水液同埋營養物質去身體唔同嘅地方之外咧，脾咧亦都係同思慮有關嘅。咁如果脾胃虛弱嘅人咧，思想咧其實會比較混亂同埋複雜，甚至咧有時會覺得諗嘢諗得唔清楚嘅。跟住落嚟咧就係腎虛型啦。腎虛型嘅話咧就會導致腦水不足。簡單嚟講咧，即係話個人咧容易唔記得嘢，特別係容易係有骨質疏鬆症啊、肌少症啊等等呢啲情況。咁甚至咧有啲早衰嘅情況，例如早白髮啊、脫髮啊，甚至個人咧特別容易潮水蒼老嘅。咁有時咧會有一啲譬如尿頻嘅症狀，呢啲都係腎虛型嘅失智症。咁總括嚟講咧，其實從中醫嘅角度嚟講，係從心脾腎嗰方面着手去幫助預防失智症嘅。想知道自己係咪失智症嘅話咧，咁其實喺醫學上面咧有一套咧非常完整同埋豐富嘅一個問卷咧，可以確定咧自己有冇失智症。咁我就呢套問卷咧嚟到歸納咗10條問題俾大家。咁如果大家咧覺得自己中咗2條嘅話咧，都希望大家揾一個專業人士診察一下自己啦。首先第一咧就係你究竟有冇因為自己記憶力嘅明顯衰退而影響日常生活咧？就譬如有啲重要嘅日子啊，或者有啲事情嘅話，你係特別容易唔記得嘅，點樣記都記唔起，究竟有冇呢啲情況呢？第二，你有冇覺得自己係難以處理以前熟悉嘅事情呢？例如你煮一道餸菜，以前係好得心應手嘅，個程序你好清楚，而而家咧突然之間會覺得好陌生呢？第三就係你有冇覺得自己嘅判斷力有下降嘅情況？咁以前咧你睇一件事，你好快咧就落出判斷，但係而家咧就需要一段時間，甚至咧好難落到判斷嘅。第四咧就係對時間地點係有混淆嘅情況，星期幾去過邊度啊？或者係嗰個季節咧，你究竟做過啲乜嘢啊？或者你曾經去嗰個地方，你其實好熟悉嘅，你突然之間咧唔識點樣去，甚至咧係蕩失路。第五咧就係有冇一啲言語上面嘅障礙，例如你講嘢嘅時候以前好清晰嘅，而家就覺得好似詞不達意咁樣，係唔可以表達自己真正要表達嘅意思。第六就係你有冇發覺自己有時放低一樣嘢嘅時候，你唔記得放喺邊度，甚至揾極都揾唔返呢？第七，情緒同埋個性上面，你有冇覺得有好大嘅變化？突然之間情緒好波動，甚至突然之間唔係好想講嘢，呢啲情況有冇出現過呢？第八就係有冇對一啲社交嘅活動同埋嗜好特別失咗興趣？即係以前你好想見人，
咁而家突然之間咧就唔想見人，甚至咧想病埋一邊，唔想去接觸外界嘅事物。第9咧就係你有時咧計數嘅時候會覺得特別困難嘅，一啲抽象嘅嘢你特別難理解嘅，即係譬如以前一啲簡單嘅數學問題，你可以好快就解決，而家咧會唔會係花咗好長嘅時間都解決唔到呢？第10，究竟咧你自己望嘢嘅時候有冇覺得空間感變差呢？譬如你落樓梯或者上樓梯嘅時候，好容易叉錯腳，咁甚至咧有時望鏡嘅時候咧，你要夾一夾自己嘅髮夾，但係夾都夾唔到，咁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呢？綜括咧以上10條問題，如果大家咧有2條或以上咧，都希望大家咧揾翻專業人士嚟到診查自己啦。咁以下落嚟呢個益智安神湯咧，可以幫助大家咧改善我哋個心脾腎嘅功能啦，同時可以預防失智症嘅。咁首先咧就係黃精啦，黃精咧有好好嘅補腎嘅作用，亦都可以益精填髓。平時揀選黃精嘅時候咧，盡量揀選呢啲比較軟身嘅黃精。咁同時咧聞嘅過程當中咧，你聞到好香嘅酒香嘅，咁因為黃精咧係經過九蒸九曬，咁先至有佢個補腎嘅藥用價值㗎。枸杞子咧可以加強咧補肝腎嘅作用，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幫助明目嘅。枸杞子咧上邊咧記得係有一點圓圓地嘅黃色，咁即係代表咧嗰個枸杞子係冇染色嘅。因為而家坊間咧有好多枸杞子咧都係有染色，咁一泡落水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好明顯嘅紅色。咁枸杞子咧平時咧我哋可以用嚟煲湯啦，或者焗水都可以飲用嘅。咁記得啦，唔好太早放落去。如果太早放落去咧，佢個果酸咧會令到成泡湯咧都會係酸咗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桑葚子啦。桑葚子咧有好好嘅補肝腎嘅作用啦，同時咧佢亦都可以幫助烏蘇發同埋生津嘅。喺夏天呢段時間咧，覺得特別容易頸渴啊、捱夜比較多嘅時候咧，有時適量食用一啲桑葚子咧，都可以幫助我哋明目之餘咧，同時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冇咁頸渴嘅。揀選嘅時候咧，其實留意翻啦，其實桑葚子咧係比較容易變壞嘅，因為佢屬於果實類嘅。咁揀嘅時候，盡量咧揀啲比較乾身一啲啦，同埋聞落去咧，你可以聞到咧明顯嘅果香，呢啲為止靚嘅桑葚子㗎。茯神咧中間咧係明顯咧有個松木心嘅，咁茯神咧有好好嘅健脾滲濕嘅作用啦，同時可以幫助安神。咁好多時候啲人咧因為瞓得唔好嘅關係咧，會影響佢個精神狀況，亦都影響嘅記性嘅。咁茯神咧可以幫助咧我哋健脾之餘咧，可以加強睡眠嘅質量。咁喺側面咧可以預防到記憶力衰退嘅問題㗎。最後咧就係懷小麥啦。懷小麥咧有好好嘅養心神嘅作用。咁好多時候我哋如果瞓覺咧覺得瞓得唔冧嘅話咧，食用一啲懷小麥咧，可以令到咧個人冇咁容易醒，同埋冇咁多夢嘅。平時咧可以用少少懷小麥嚟到焗水，都可以令到咧我哋瞓覺瞓得好。睡眠質量如果好嘅話咧，都可以令到我哋記憶力改善翻嘅。做法好簡單啦，就係除咗枸杞子之外咧，其他嘅食材咧都放落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養生燜燒壺裡面焗大概3個鐘，咁最後嗰10分鐘咧先至放個枸杞子，咁就飲用得噶啦。話咁快咧，呢個益智安神湯咧已經準備好啦。有好醒神嘅果香啊！等我試下。其實呢個湯咧，我冇落鹽，亦都係冇落任何嘅調味，但係咧好鮮甜啊！咁呢個湯咧可以幫助我哋養心神之餘咧，同時亦都可以幫助我哋調整翻心脾腎功能嘅。咁大家不妨咧1個星期飲用2至3次咧，都可以幫助咧我哋預防失智症嘅。咁大家不妨試一試啦。等我同大家總括一下今次呢個益智安神湯嘅組成啦。咁分別係有黃精、枸杞子、桑葚子、茯神同埋懷小麥，呢啲食材咧都可以幫助咧我哋調養心脾腎嘅功能，咁同時亦都可以幫助預防失智症嘅。咁呢個益智安神湯嘅食材，再加上咧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養生燜燒壺，都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最近有網站盜用咗我嘅名同埋肖像去銷售美白產品，咁有唔少人受騙，我亦都係向警方報咗案啦。
如果大家見到類似嘅廣告，都希望大家幫忙舉報，以免更加多人受騙。喺呢度提醒大家，我所有嘅研究項目，包括美白產品，都係只係代表瑤池漢方，並冇同其他品牌合作，希望大家注意。細個時候咧，爺爺好中意帶我去雀仔街嗰度睇下唔同嘅雀仔，好有生命力㗎。有一次咧，我經過街嗰度見到有好多麻雀喺度啦。於是乎爺爺就同我講話，有個叫做麻雀定律啦。麻雀定律咧所講嘅咧就係我哋盡量咧就係要獨立生存同埋生活。積少成多，去令到自己去適應呢個大社會。其實喺屋企裏面咧，我哋嘅父母好多時候咧都好照顧我哋。我哋要爭取多啲獨立嘅機會。例如咧，我哋可以試下自己去旅行啊，自己去露營等等。咁樣去透過呢啲獨立嘅生活咧，去令到我哋一點一滴咁樣識得照顧自己，進而咧其實到大個嘅時候咧，更加可以融入到生活。爺爺咧同我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咧，咁我自己嘗試咧去參加嗰啲露營，去自己獨立生活。我覺得咧個得着都好多㗎。其實雖然飯來張口嘅生活咧係非常之舒適，但係有時咧適當咁樣令到自己受苦，甚至咧識得獨立嘅話，都係一個生活嘅智慧嚟嘅。爺爺喺我人生當中咧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爺爺。我成立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就想紀念呢位咁有智慧嘅爺爺，同時將中醫養生嘅概念宣揚出去，令更加多人受惠。終極目標咧，就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嘅老人護理中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慷慨解囊。多謝大家收睇瑤池漢方慈善基金食養身心呢個節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訂閱並且撳鐘仔啦。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嘅話咧，都歡迎 inbox 翻楊明霞醫師呢個 Facebook 專頁，或者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健康資訊嘅話咧，都可以 follow 翻我 Instagram 噶。